再来看以色列内阁部长甘茨张时节，伊是批评总理纳坦雅胡一直无要批准以下战争的战后计划，阻碍着战争的胜利。伊嘛呼吁讲，应该爱提前来举行选举。另外，以色列军方测备伫加沙的难民营救出4个人质，也毋过双方是战甲非常的厉害，所以嘛造成至少274个巴勒斯坦的民众过亡。以色列伫车北救出互绑票8个月的4名人质，迎接人质回来。同时间，互以色列空袭甲炮火攻击的巴勒斯坦中部的难民营，刷传出大量死伤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至少有274个人死去，包含查某人、囡仔甲人质。另外，将近700人受伤。以色列甲即届的救援行动看作是胜利，毋过国内政坛刷伫车口传出人事的大调动。立场温和的64岁战时内阁部长甘茨宣布辞职，理由是总理纳坦雅胡一直毋批准以下战争的战后计划。伊也呼吁政府应该为2023年10月初7的人质凄惨事件负责，提前解散国会举行大选，避免国内的民意分裂。לצערי, נתניהו מונע מאיתנו להתקדם לניצחון האמיתי שהוא ההצדקה למחיר הכואב והמתמשך. 政治分析家指出，甘茨的辞职加减会影响到以哈最近停火协议的结果，也对纳坦雅胡造成部分的压力。And with him gone, it sort of tugs all the decisions to the right and to the more extreme. I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that to their advantage,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pressure Netanyahu. If you want power, if you want to keep your coalition, you need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甘茨是纳坦雅胡伫政坛的主要对手，上新的民调显示超过纳坦雅胡。目前战时的内阁有决策权力的，阁有国防部长贾兰特。外界分析未来纳坦雅胡政府的立场会变更较极端偏右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